阿广，景柔，你怎么了，阿广？这些还不都是孔少商要的胭脂水粉，可沉死我了。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哪儿啊？他嫌厂里的胭脂水粉都不够细滑，怕伤了他那吹弹可破的小脸儿，所以从香膏到腮红都让我样样亲手做给他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刻都没歇过，快累死我了。那你干嘛听他的话呀？我这不都被他逼的吗？不行，我们得反击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红色还是黄色啊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怎么给他颜色看啊？阿广，你试过辣椒粉、腮红吗？你这是要弄死我呀，姑奶奶！瞧你那点胆儿，还想不想翻身农奴把歌唱啊？我当然想啊！我现在就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后槽牙发紧。那你一切就听我安排吧。我现在呢可是准王妃了，仙齐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在这个灵齐王府里，我现在是最大的了。那你可得罩着我啊！放心吧，就等着你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啊！得嘞，看我不整死丫的！哼！双双姐，做个东西那么慢，你少挨呀！哟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您吩咐的东西我不得认真做啊？这一认真啊，难免就耽误点时间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瓶子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哎，双双姐，这可都是按照你给的单子上的方子配的，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可别怪我。能出什么问题呀？我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站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还巴不得呢。去。哎，吓死我了！王爷啊，不必。切，真受不了。双安姑娘，你这脸……啊，哎呀，双儿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王爷尝尝这个。双安姑娘，本王有话与你说。王爷有何吩咐？本王独来独往惯了，你这样天天黏在本王身边，本王实在不适应。以后，双儿姑娘还是多做些自己的事情吧。这王府各司其职，双儿只是不愿意做一个闲人罢了。这灵齐王府上上下下，也不缺姑娘一个人的伙食。何况你是客人啊，我怎能让你去做那些下人干的活呢？没关系的，王爷。双儿只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人，而且付出劳动，双儿也比较安心呐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李大哥给他安排活干啊。也好，也好。那吃饭吧。姑娘，就在这儿倒夜壶吧。在下告退。
哥，哎，你说明天让他干点什么好呢？啊？让他专门给你倒公户。好啊！王爷，双儿亲手绣了一个荷包，想送给王爷，还请王爷不要嫌弃。那本王收下了，多谢双儿姑娘。太好了，双儿还怕王爷嫌荷包丑陋，不肯收下呢。本王会吩咐下去，不再让你做那些粗重的活计。没关系的，王爷，双儿愿意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双儿就告退了。尊上如此急召双儿，不知道双儿是否有不妥之处呢？双儿这几天以退为进，做得不错。双儿谢尊上夸奖。原本把你安排在谢延辰府里，是为了挑起他们兄弟二人之争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你却来了谢延齐府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既然你来了，就要更加小心。除了继续挑拨他们兄弟二人之外，还要挑拨谢延齐和尹晴柔的关系，明白了吗？双儿明白，双儿定不负所托。这是西南巡抚的奏折，上面说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半路被劫，希望朝廷对其减免贡品。若不能，他们定会再准备一份贡品，但希望朝廷能减免部分的税赋。你们看如何处理啊？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你们回去要好好的考虑，明日早朝再与我商议。儿臣领旨。好，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